各位兄弟大家好早，大家平安。今日是咱耶利米书第49讲的讲塔。今仔日在今咱要来请地牧师娘吴淑梅，请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亲爱的主，我感谢你，感谢你。透早的时阵，我要学到你，因为你是阮的力量，你是阮的盾牌。主啊，你伫，互阮伫你的话内底，我要得到快乐。求上帝你帮助阮每一人伫你的内面，为你的话内底得到大大的祝福。主，阮感谢学到你，甲阮三个基地，祈祷去做名，阿门。阿门。多谢。咱伫耶利米书对46章到51章是讲到后记哦，就是讲到遮对上帝列国的审判，因为耶利米是上帝呼召伊做列国的先知。46章到49章则讲到9个国家也是民族，因的遮个罪恶甲上帝审判。50章到51章2章是咧讲到巴比伦的即个罪恶甲审判。虽望这头前这9个国家民族，上帝要通过巴比伦来甲因教示，总是即个巴比伦嘛是爱受到上帝教示，甚至要拄着毁灭。虽然看到这个国家对北边的北国以色列人国犹大四周围安尼甲箍起来，用即个红色的这个只有点着名的，这个拢总是10个国家民族啊，上帝拢要一一的审判，但是上帝有伊的判断，但是伫迄当时耶利米的时代，对世界对地理若无遮侪了解，甚至真侪所在连耶利米去拢毋捌去过，但是上帝拢已经定定，拢已经注定要来安排遮个国家的局势，但是尾后壁兴起就是波斯马代，伊要来取代即个巴比伦啊。将即个巴比伦个成做上帝要教示的国家，所以咱看到伫即个历史上，上帝安尼会进行。今日咱要看的49章，内底有讲到，咱已经看了埃及，看了摩押，看了即个非利士然后今日一章内底要继续看这6个国家民族，因安怎上帝要安怎来甲因刑罚，大部分拢是伫遮四周围所在。正是看回来到伫即个伊兰就是伊朗，因甲即个波斯伫迄当时是无共款的，总是拢分开，但是嘛看到即个巴比伦，伊安怎样来扩大他的地位甲权势。咱从即个耶利米书读了后，搁读哀歌，然后搁读即个但以理，咱就会看到。同时期，上帝对巴比伦有伊的计划，甲伊的安排，但是这个巴比伦，好像昙花一现，起来安尼无到100年的时间，上帝搁互这个国家灭掉，甚至就从这地上看起来消失。但是呢，其实巴比伦的权势，伊的影响嘛一直存在啊。46章讲到对埃及的语言，47章讲到对非利士，只有短48章真长对摩押来讲的语言，然后上帝要毁灭摩押，甲摩押遮个所在城市，今日咱要看这一章，今日咱要看49章是讲到对阿文的语言，上帝要毁灭阿文，总是要互阿文个受掠倒转来。上帝第70到22讲到对以东的语言，上帝要互敌人来毁灭以东。23到27讲到叙利亚3个城市就是这个城市是代表叙利亚嘛是过去的这个亚兰上帝要毁灭因的首都大马士革然后对讲到28到33是讲到不同的地方，一个是在海边，一个是在阿拉伯半岛，基达跟夏所，上帝嘛要通过巴比伦王来征服。最后讲到对以兰的预言，上帝嘛要毁灭这个以兰人总是要互被掳的归回，然后才是讲到巴比伦。咱今日就来读这个耶利米书第49章大先来请地牧师娘带咱大家来读对49章的第1节，请读到第61到6节。以关系阿文人，上主安尼讲：以色列拢无人是无，恁拢无人通继承产业是无，是安怎互拜
美丽宫的人亲占家得居住的土地，住伫遐的城。上主讲，看地昔日一个到阿门人的使徒喇叭话传出到前的城的声，喇叭话变做荒废的土堆，因的城镇为何火烧？以前因侵占以色列，现在以色列为对因收回国土。其实本人着哀哭，因为哀舍变做荒坡，喇叭的主民着哀叫，摕抹布下腰，着啼哭，伫城墙来四过总，因为美丽宫甲伊的祭司以及官员为做一个，互人掠去。陪伴的主民啊，恁是安怎伫夸口家己的气力？恁的气力已经渐渐衰退，哪还得挖靠家己的财宝？想讲无人会来侵犯。至关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看地，恁为何对周围国家来恐怖包围？恁要逃走，虽然顾性命，无人会当甲遮个四散的难民组织起来。毋过后来我为互受掠的阿门人倒转来，上主安尼宣布。以上。好，多谢。这个阿门甲摩押是兄弟啊，拢是这个罗德的囝，甚本来是孙，即马变做囝，但是拢是阿伯拉罕的这个亲戚。拢是伫即个以色列人的边啊，总是上帝论到因讲以色列拢无人通继承，他会去拜即个美丽宫，甲亲占家得居住的遐个城，即个亚门的位置呢，就是离即个离即个以色列的即个国土真近啊，所以阿门即个国家因去侵占伫即个以色列的土地，所以这个代志呢，伫咧王记下卷24章，约雅斤王继位的时阵，尼布甲尼撒来侵犯，所以约雅斤服侍尼布甲尼撒3年，后来也背叛尼布甲尼撒，上主派巴比伦、叙利亚、摩押、阿门游击队来攻击约雅斤，所以就是来攻打犹大人，就是来拍因家己所以这个代志呢，拢是照上帝通过伊的仆人正先知所讲的话，所以其实就是上帝要特别动来刑罚，就是当这个南国犹大遭难的时阵，颠倒四周的国家是兄弟亲情，但是因无就是见死不救，过来甲因抢劫安尼，所以美丽宫就是阿门因所拜的神明，因去占领以色列人的土地，即居住加得之主的所在，所以上帝讲要互伊的首都拉巴到传出高震的声，变做荒废的土堆，因的城会互火烧。所以这个拉巴就是即摆的这个约旦的安曼嘛是首都因为因侵占以色列，上帝对因收回国土，其实本人就哀哭，爱城变做荒埔，这人就哀哭，因为呢，因所做罪恶，上帝拢要刑罚，这美丽宫甲祭司甲官员拢会互人掠去，什么人呢？就是互巴比伦王来掠去所以这个代志是发生伫主前582年就是伫这个耶路撒冷灭亡，无到5当的时间，因嘛着因去互巴比伦来掠去，背叛的子民，恁是安怎夸口家己的气力？恁的气力已经渐衰退。那会晓得我靠家己的财宝，想讲无人会来侵犯，因为当人看到摩押，上帝嘛讲因是安尼的骄傲，想讲他们天高皇帝远无人会当对安怎样，因对古早到现在拢真平安无代志。但是呢，阿门摩押这对兄弟同款，想讲无人会当对安怎，总是上帝讲因会对
周围国家来恐怖包围，要逃走虽然顾性命，无人会当甲这四散的难民接触起来，组织起来。总是呢，上帝嘛有应允讲阿文人，因会受掠倒转来，所以有4个国家得到上帝特别的恩典，就是埃及、摩押、阿文甲以兰啦，所以摩押、亚门，原来是罗德的后裔，上主安尼来宣布，所以咱看到这是亚门的预言甲信息有关的记载，咱当去看伫这个列王记上的11章、撒母耳记上的11章、阿摩司书的第1章这咱当看到更较侪因为过去有一个先知伫这个出埃及的时阵，巴兰伫这个申命记23章上帝嘛救助因这嘛是对阿文出来。好，煞者咱个看以东这个以东的信息呢，对第7章一直到伫咱先。看第7到22节，煞者个请无顺便带咱来读，对第7章读到22节。关系以东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伫提万袂当，阁找到智慧是无？明理的人无法度通提供好的建议是无？因的智慧拢无去是无？伊但的子民赶紧彻底逃走，去美起来。我刑罚以色的时到啦，我要降灾祸互伊。万葡萄的若去你遐减袂留淡薄，产若面时来到，减毋是摕因所爱的物定。毋过我要甲以色北甲光溜溜。伊稳捌的所在会露现，无所在通秘。伊的后代亲族厝边拢会受消灭，无剩半个。就将恁的孤儿放互我，我会保全因的性命。恁的官夫嘛着倚靠我。上主讲：你看，连遐个无应该受刑罚的嘛着啉刑罚的杯。你减袂当免受刑罚，无可能，你一定着啉。我记家己立誓，波斯拉会变做荒废的所在，受凌辱，受咒诅，互人着惊。富军的城镇嘛会永远趴远。上主安尼宣布。我对上主遐听到消息，伊找使者去列国讲。恁着组织来攻击以东，甲伊交战。上主对以东讲：我要互你伫列国中变做弱小，互世间人看轻。恁住伫石洞内，伫山顶伫固守。虽然亲像鹰鸟做守伫悬的所在，我嘛要对遐甲你拖落来。你毋通互家己的声势、心内的骄傲骗去。上主安尼宣布。上主讲：以东会互人戆压，对遐经过的人拢会着惊。佮因为伊拄着的所在的灾祸，甲伊踢笑，亲像索多玛、蛾摩拉，甲附近的城镇倒坏。以东嘛会安尼受毁灭，袂阁有人住，嘛袂阁有人伫遐寄居。我要亲像狮对约旦河边的树拿出来，去攻击青翠草坡的羊群，真紧甲因赶走，离开因的国度。我竞选什么人就派伊统治这个国家。啥人会当甲我比？啥人敢传我出庭？倒一个统治者敢对抗我？恁着听上主攻击以东甲提万子民的计划，因连上弱小的刀会互人拖去。我一定会互因徛起的所在荒废。以东
倒坏的声为互地大震动，人话休的声会当到红海，伊会对敌话亲像鹰爪铁石冲落来攻击波斯拉。迄时以东战士的心会亲像吹船的妇人人遐尼痛疼。以上。好，多谢。对这个第7章开始，讲到伊的犹大国南边的这个以东哦，以东甲这个阿文摩比较起来，比甲以色列关系更加亲吼，因为以东就是雅各的兄弟以扫的后代，总是这个以东上帝讲到提曼人敢找无智慧，因为咱看到这个约伯记中间3个朋友，就是对提曼来，这是伫南边的所在，甲就是这个以利法啦。因拢是讲以智慧人自称啦，总是以东这个所在，因有智慧，想讲伊的智慧会当救因家己，但是呢，即马上帝意思讲，因的智慧乃袂当救因家己，因为以东呢，伫历史上因为亚述帝国强起来以后，因做亚述的附庸国，然后讲话去臣服巴比伦，但是这中间嘛背叛巴比伦，然后因个甲巴比伦联合最会去劫掠抢劫这个犹大，总是呢，这个以东甲这个摩押亚门无共款，所以就讲因无受掠，但是呢，因是规个国家受毁灭了，被毁灭。伊遮自民抵挡得走，上帝要降灾祸给因咯。因所产的这葡萄、这酒呢，嘛拢无留无当存。上帝讲伊要甲以扫北甲跟溜溜啊，伊伫稳捌的所在拢会留现，就是要互伊腾北体，互伊见效，甚至伊的后代亲族厝边拢会受消灭，无剩半个啊。所以伫虽然主前第6世纪，上帝来这个通过巴比伦来驾驶这个列国，但是以东呢，到主前第3世纪，就去互灭掉，而且永远不能复国，袂当这个国家无够有受掠倒转来。所以上帝讲，就将恁的孤儿放互我会保全因的性命，我的寡妇就我靠我。上帝因为这拢是这个雅各以色列的阿兄以扫的这个后代，总是因当对旧约圣经就知影讲，这个以东甲以色列人，这对兄弟双胞胎啊，但是呢，因说互相在做救赎啊，经常在互相的这个欺骗啊，因为就雅各是欺骗伊这以扫是红的意思哦，但是咱这个有关的部分，咱帮看到这个甲俄巴底亚书内底内容有真侪相像的所在，俄巴底亚这本册嘛是咧讲上帝兴发以东哦，上帝只甲去立设波斯拉伊的荒废，波斯拉就是以东的首都哦，上帝讲着去列国组织者来。列国来攻击以东，甲以东交战。上主对以东讲，要互伊伫列国中间变做弱小，要互世间人来看轻。以东伊嘛是地势较悬的所在，亲像因照最受伫悬的所在，这总是上帝嘛要对遐更较不管安怎悬，上帝慢慢要甲因拖落来。因要互因家己的骄傲骗去，想讲因安尼平安无事。但是上帝由我互因拄着即个大麻烦，其实甲即个俄巴底亚书规章在讲的内容真相像，伊当互人误影，所以这个对上帝讲着耶路撒冷共款，就是经过伊的人拢会踢笑因，也是害头摇头，因伊当嘛亲像索多玛、蛾摩拉所发生的代志，安尼受毁坏、倒坏、毁灭，所以因所多玛、蛾摩拉拄着伫以东的附近啊，所以无人会当逃脱，无人会当离开，因为上帝亲像使像来攻击这羊群，上帝伊要来赶散这个国家，上帝讲伊的主权，所以啥人会当甲上帝比，啥人会当来审判上帝，就是传上帝出庭，搁一个统治者甲对抗上主。就听上主攻击以东甲提曼自民的计划，因为连上弱小的拢会互人拖去，上帝要互遮来荒废啊！所以遮个
审判的话呢，亲像咱明仔载要读的审判巴比伦共款啊，以东倒坏的声会互地大震动，所以人会一直化休到伫红海啊，所以这个以东的所在，因的这个毁灭代志，一直来到伫这个红海所在，拢会听到这个以东啊，本来伊是这个南地的所在，伫遮在活动。总是因控制这个红海，即马红海拢听到，这个以东去互上帝毁灭的代志，因为对敌亲像鹰鸟，所以以东人、摩押人，因拢将家己譬如亲像老鹰共款哦，关的所在，总是这个鹰鸟的体色来攻击波斯人，所以以东的战士，因嘛会心嘛会着惊，亲像妇人人要献上共款的这吹准的痛听。所以咱看到上帝对以东的刑罚，是没有让他们有回复的机会。这是甲因国较亲的这个以东，是雅各的兄弟。所以才看到这个叙利亚大马士革的这个信息。搁请无顺流传咱来读对23到27节。关系大马士革上主讲，哈马甲阿尼伯的人非常不安。因听到歹消息就失胆，亲像海涌龙滚未平静。大马士革的人失去勇气，因活动心要逃走，煞互痛苦忧愁牵条条，亲像催准的妇人人共款。这个互人懊恼的城，我所欢喜的城，是安怎会受放杀，完全趴远。因的少年人会伫广场，互人杀死。共迄日，因的战士会互人遭灭。我要放下烧大马士革的城墙，烧毁办哈达的宫殿。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好这个大马士革要讲到三个城市，这个哈马是伫中间，这个安尼伯是伫北边，这个叙利亚大马士革就是大马色是伫南边，所以来讲到这个过去是这个亚兰的首都啊，总是伫主前720年变做是亚述的版图。中间去互埃及来掌过，但是到主前605年，就已经变做是巴比伦的这个领域啊，所以因将这个叙利亚变做是巴比伦的这个往南哈马，特别是哈马这个所在变做是巴比伦因控制这个真要紧的所在啊，所以北中南这个所在就变做是巴比伦往尼布甲尼撒。伊在几家杂军驻军的所在，然后再往南下，所以西底家嘛是伫迄个哈马的所在，去互这个巴比伦王来审判，所以伊的这个下场甲以东共款，伊无伊就恢复机会啊，但是大马士革这个城市呢，到达一直要抵达伊要烧毁便哈达的宫殿，这个便哈达王呢，就是这个亚兰国建立的家族，但是这个哈达呢，哈达是变就是儿子，哈达是一个神明是亚兰神明的名，所以伊祖先是这个神明的囝来去这个亚兰这个国家，结果亚兰被亚述灭掉，亚述曾经被埃及这个占领，最后被巴比伦灭掉，所以在历史上拢一一来发生。煞只是两个国家民族基达甲哈瑟的这个语言，对28节到33，搁请无顺流传咱来读。关系互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打败的基达甲哈瑟遐个国家，上主安尼甲巴比伦人讲起来，上去攻击基达，遭灭遐个东方的人，去抢因的布片甲羊群，以及因的帐幕甲所有的工具，骆驼嘛拢甲抢去，就甲因话讲，恁互恐怖包围啦。上主讲，
哈索的子民就赶紧逃走，走去远搁深的所在避起来，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设计要害恁，决定要攻击恁。上主阁讲起来，去攻击遐个无看无路、安然徛起的人，因无城门，无门窗，是家己单独徛起的子民，因的路途会互人抢去，因侪侪精神会互人劫去。我要甲所有铁边的人赶散去逐所在。我要对死周围降灾祸互因。下索话诚侪，豺狼大的所在，永远荒废，无人徛起，嘛无人伫遐寄居。上主安尼宣布。这样讲到两个国家民族，这个基达，基达是伫这个阿拉伯半岛的所在，甲地旦，拢是伫伊的这个附近。哈索呢，是伫这个以色列较寡海边的所在，是伫这个菲利斯的北边的所在啊。这两个民族咧，认算是这个游牧民族啊。这个基达意思就是黑暗，伊主要是做这个畜牧业啊。下所这个名意思叫做城堡，下所这个名词呢，就伫亚利米书中间有出现了，圣经内面没有提过这个地方，但是呢，特别将这个下所这个所在，煞甲伊保留起来，可能伫迄个时期，伊嘛是一个国家，也是一个起来的一个政权啦，这个政权尾嘛是去由巴比伦来管辖。所以上帝讲，因这基达，就是这阿拉伯人呢，因走去甲东方的人做生意啊，跑到遥远东方，去可能到伫印度的所在，但是呢，上帝嘛要攻击因，交俾遐东方的人，叫做意思是东方之子啊，然后因去抢因的布边甲羊群。路途嘛，甲因抢去，因要受包围。然后30节讲到下索，伫即个所在，伊嘛是共款，上帝要叫尼布甲尼撒来攻击恁，要来害恁。所以上帝叫这个巴比伦人起来去攻打这个游牧民族，甚至因这个人呢，会路途互人抢去，精神互人劫去，因要甲所有天边的人，就是讲。这是指阿拉伯人啊，阿拉伯人铁边，要甲因赶散去逐所在，所以因要变做是豺狼大的所在，永远来荒废，无人来徛起。所以这两个小小的国家，上帝嘛是拢要来甲因毁灭啊。伫主前599年的时阵，上帝嘛是毁灭，这个来到阿拉伯这个所在，统计巴比伦。好，最后一段34节到39节，搁请无顺用带咱来读。犹大王谢底家拄继位的时，关系依然。上主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看底，我要压制以兰人的经，这是因烧战的时上主要的武力。我要互风对天的四面吹来，甲以兰人赶散。去逐所在，全地逐国拢有以兰的难民。上主阁讲：我要互以兰人伫少想，因的性命会对着面前惊吓。我要对因发受气，降灾祸互因，阁要用战争甲因彻底消灭。上主讲。我要消灭以兰的君王甲官员，伫遐设立我的宝座。毋过将来有一日，我要互以兰受掠的人倒转来。上主安尼宣布。以上。好，多谢。这个伊兰，就是即摆伊朗伊朗，这个伊兰这个名意思就是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个国家因真追求这个永远的活命。
这段的记载是伫西底家也坐位的时阵，大约是伫主前597年，上帝还未毁灭的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大信条已经讲到这个代志。这个以兰呢，因嘛要伊的宫会叫阿吉，就是被波斯所以这是主前539年所发生的代志这个波斯来侵占，这已经是差不多60年以后才发生的代志，总是上帝也预言，上帝要用风来吹散伊兰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本来甲巴比伦拢做伙是好朋友，但是因嘛捌叫亚述来攻占过，然后因甲波斯马代伊兰甲这个甲巴比伦本来是拢好好斗阵，但是甲亚述嘛捌侵占因了，所以因去挖靠这个南北的波斯马代甲以兰，安尼加起来，所以因变做是甲被波斯马代来侵占，但是上帝福因犹原也要受掠倒转来所以不管伊安怎拄着战争，不管伊安怎拄着这个惊吓，上帝永远甲因同在，所以即马现主时世界上无波斯帝国，但是波斯帝国曾经很强大，但是即马已经无，但是即马伊朗呢，也伫即个世界上，伊兰这个国家民族呢，煞继续还活下去所以这互咱看到是上帝真安排真奇妙的所在。所以今日这段的圣经，这个国家列族民族，其实拢是伫真侪拢是伫这个犹大要灭亡，也是还未灭亡之前，上帝就安尼宣布。所以嘛看到上帝是世界的上帝，调动这个列国的主宰，伊也互这个世界的局势，这个安排呢，要来行出上帝旨意，所以咱犹原统计耶利米书，就是有一种无共款的眼光，毋是只有看在地，毋是只有看家己的国家，是看世界的列国列族，咱爱基督徒嘛爱关心世界的局势，对这个全世界这个变化呢，其实上帝伊拢有伊的业力伫迄个中间，毋茫互咱上帝互咱有智慧咱的智慧是真做来骄傲，是当来明白上帝心意。好，多谢牧师娘今日带咱读这章咱嘛请咱大家做伙来祈祷。现在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早起时短时间，总是来读这段真侪地理、历史圣经的记载。上界要紧的，就是互阮会当明白，上帝你是全地的主宰，列邦列国拢伫上帝你的治理的下面，总是人真有限，人的眼光也真短。总是求上帝，互阮有智慧、有信心来会看见，会当互阮通明白上帝你对世界整个你所创造的大地的计划甲业力，互阮当顺探伫上帝你的带领，也互阮伫今日一日的中间拜六会当得到休困，也互阮今日下晡有即个 A1 的课程，甲明仔主日的敬拜，拢有上帝你甲阮同在，也保守阮身心灵家庭拢得到健康甲勇壮。伫主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祈祷甲恳求，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多谢大家，大家平安，多谢。谢谢牧师，谢谢大家，谢谢牧师，牧师，好，谢谢牧师，谢谢大家，平安。